麻雀館係開俾一啲中意打麻雀嘅賭仔，佢哋唔需要約朋友，隨時入去，隨時有得打，中意打幾大打幾細，任君尊便。但係細估唔到有啲人因為打麻雀連命都冇埋。喺92年，香港發生開埠以嚟最殘酷嘅一單劫殺案，就喺九龍旺角最旺嘅麻雀館裏邊發生。有5個蒙面匪徒帶住手榴彈、輕機槍衝入瑞興麻雀館裏邊，佢哋唔單止要搶錢，連命都要埋。有2個客人因為俾錢啲匪徒俾得慢啲，就俾匪徒即場開槍打死。而匪徒逃走嘅時間同追捕佢嘅警員，大家發生槍戰。雙方一共係開咗130幾槍，結果係造成2死19傷嘅慘劇，將人來人往嘅旺角夜市變成咗槍林彈雨嘅戰場。我哋喺呢度重溫一下瑞興麻雀館當日嗰個情景係點樣。瑞興麻雀館位於旺角砵蘭街，係全港最大麻雀館。60年代開始經營，係由當年總華探長石女一手創辦，到而家已經有40年歷史㗎。入邊係分成樓上樓下2層，可以容納麻雀台50到60張，伙計都有50幾人。開業以嚟一直都太平無事，除咗賭客間唔中有少少爭執之外，咁多年嚟從未俾人打劫過㗎。據業內人士估計，每日抽水係可以達到70幾萬。由於打牌係全用現金交易，終於喺92年5月5日就引到5個冷血匪徒打主意啦。有啲人就係叫咁樣。哦。咁跟住就冇晒聲，跟住就冚唪唥踎晒喺台底。我嗰時聽唔到嗌打劫㗎。後尾聽到噼啪啪咁好似燒炮仗咁，就聽到嗌打劫，所有錢攞晒出嚟，跟住噼啪又開幾槍。咁跟住嗌攞鎖匙，可能啲頭家攞鎖匙，要我鎖匙。當晚9點幾鐘，一部 van 仔喺瑞興麻雀館附近慢慢兜圈，入邊坐住5個悍匪。香港人黃建偉係賊頭，佢哋個個都有槍在手，而黃建偉仲係用一支殺傷力極強波蘭製造 PM63輕機槍，而且呢一班匪徒仲帶住10幾個手榴彈。呢一班悍匪帶住咁多武器，除咗係保證打劫成功，仲肯定可以阻止警員追捕。5對眼5支槍釘實麻雀館正門，就好似一隻大麻鷹對住隻小雞虎視眈眈，隨時會將佢置諸死地。9點45分，賊頭黃建偉認為時機成熟，下令悍匪一齊戴上飛虎隊冷帽，帶齊武器衝入去麻雀館，進行香港開埠以嚟最冷血嘅械劫行動啦！嚟啲射啦，射得好緊要啊！你見到啲乜嘢啊？喂，仲敢睇？仲敢睇？有冇見到有賊啊？當然係賊嚟啦，路人就以為飛虎隊。當日呢5個蒙面嘅悍匪入咗呢個麻雀館裏邊進行大屠殺之後，搶走埋啲現款，結果開始逃走。佢哋同趕嚟嘅警員大家相遇，結果一場街頭嘅大火拼即時爆發。本嚟呢條係人來人往嘅熱鬧街頭，突然間變成咗手榴彈同埋子彈嘅戰場，無辜嘅市民生與死就係一線之間。據當晚一名死裏逃生嘅雀友同我講，當晚佢打緊牌嘅時候，有4個戴住飛虎隊面具嘅大漢衝入麻雀館，開頭仲以為係拍戲，但係當個賊向天開1輪槍之後，佢先知道係打劫。賊佬嘅手法好毒辣，有2個雀友因為攞錢出嚟，動作稍為慢咗啲，就俾個賊開槍打死啦。之後班賊仲不時開槍向雀友掃射。班賊走嘅時候，就同趕嚟查案警員相遇。班賊係唔理一切向警員開槍，又掟手榴彈，完全唔理街上嘅市民死活。好驚咯，個仆低咯，唔知發生咩事咯，聽到可能有人開槍咯。你覺得而家香港治安係點樣？冇乜安全感啦，喺街度冇計噶啦，係咪？通街都係賊咁，少啲出街咯，係咪？其中有3個悍匪現場突破警方火力網之後，走到去上海街山東街口，攔住一輛路過嘅102號巴士。巴士司機見到班悍匪揸晒槍，想唔開門噶啦，但係悍匪一怒之下，向住巴士左邊車頭擋風玻璃連開幾槍，司機被逼開門。之後悍匪就上車挾持車上乘客做人質。
而且沿途開槍同追捕嘅警員駁火，仲掟幾個手榴彈，好彩炸唔中警員，但係就有多個途人被炸傷啦。荷槍實彈喺巴士附近戒備，唔敢行近。而在場警員亦趕走圍觀嘅人群，氣氛好緊張。巴士上面嘅乘客被困喺車裏邊達到2個鐘頭，由於天氣焗熱，唔少乘客不停用扇去潑涼。到咗12點，只有警員上車，包括咗飛虎隊喺車上面戒備，命令女乘客首先逐個舉起雙手落車。男乘客仲要搜身同埋核對身份證。我哋睇到警員不時用槍指住落車嘅人，防備有劫匪假扮乘客突然間發難。落咗車嘅乘客都話，當時喺車上面好驚，唔知道發生啲咩事。呢次係不足半個月以嚟第2宗有悍匪向警務人員亂掟手榴彈嘅案件。事後，警方懷疑有匪徒仲匿藏喺附近嘅大廈，立即調派大批警員到場，將介乎豉油街至賴路臣街交界嘅一段砵蘭街封鎖，守護劫匪。警員都着上避彈衣同揸住槍，又用停泊喺路邊嘅汽車做掩護，氣氛緊張。經過嘅人都要高舉雙手接受檢查，而一啲可疑嘅人更加要接受詳細嘅查問。其中有3個男人要被扣上手鐐，帶返警署進一步調查。警方話呢批全部着上避彈衣、蒙住面、分持短槍、輕機槍同手榴彈嘅劫匪，喺晚上10點左右闖入砵蘭街一間麻雀館行劫，叫所有顧客交出財物，並且向一啲企圖唔交出財物嘅顧客亂咁開槍。佢哋劫到大約200萬蚊嘅現款同飾物之後，喺門口同一隊經過嘅警員相遇，雙方爆發槍戰，劫匪憤怒逃走。另一批劫匪又遇到另一架巡邏車，再發生第2次槍戰。警車嘅擋風玻璃亦被子彈打中。喺2次駁火期間，劫匪先後向警員掟咗幾個手榴彈，其中2個爆咗。事後警方軍火專家喺現場附近一共揾到4個未爆嘅手榴彈。又喺現場附近一個地盤揾到一支改裝過嘅輕機槍。另外，現場又留下大批分別由警員同劫匪發射嘅彈頭同彈殼。警方話佢哋至少開咗30槍，而劫匪開咗幾多槍，仲要等搜集彈頭嘅工作完成之後先至有準確嘅估計。喺整個事件當中，有2個人死咗，同19個人受傷。事件中嘅21名傷者分別被送去明愛、廣華同伊利沙伯醫院，其中有2個男人喺送院之後證實不治。喺另外嘅19名傷者當中，有13男6女，其中有1個係藍帽子警員。15個被送去廣華醫院嘅傷者當中，部分只係受輕傷嘅，喺敷藥之後已經出院。出事之後，廣華醫院門外有好多傷者嘅家屬同麻雀館嘅員工都紛紛去探望傷者。大部分只係受輕傷嘅傷者，都係喺匪徒離開現場之後，後門逃生時跌傷或者擦傷嘅。呢一種槍同尋晚揾到嘅匪徒用嚟行劫嘅槍械屬同一類型。喺近期嘅劫案中，第一次出現。擁有4支呢一種槍嘅槍械經銷商何應恒話：呢一支係波蘭製嘅短機槍，63年開始面世，至到而家只有中國曾經仿製過。子彈嘅射程只有100碼，但係佢嘅威力在於當機槍用全自動系統發射嘅時候，1分鐘可以射出600發子彈。不過何應恒話：呢一種槍喺中國唔普遍，係一支非軍用性嘅槍械。喺中國應該少過2000支。佢唔係一般性中國軍隊嘅常規武器。
佢唔係配俾戰場上面用，係應該係屬於一般性，譬如保鏢啊或者特種部隊用嘅。咁就係類似香港嘅飛虎隊啊或者機場特警所用嘅輕機槍，係同類型性質嘅槍械。咁就我都覺得好奇怪，佢哋擁有呢類咁嘅槍械。要將途經嘅巴士逃走，一啲就喺混亂中走咗。其後警方喺深水埗追到架巴士，但係就揾唔到可疑嘅人。啲匪徒咧係首先喺上海街上咗一架102號雙層巴士，當時巴士上邊有大約30個乘客。匪徒挾持住司機，叫佢駛向深水埗方向。途中咧係遇到警員追截，警匪曾經駁火。我哋見到車身上邊咧係有多個子彈窿嘅。匪徒係隔住玻璃向警員開槍，而巴士上邊咧大部分嘅玻璃都係碎咗。佢哋又打爛玻璃，喺車上邊掉咗一個手榴彈出嚟。手榴彈發生爆炸係炸傷咗一個人。其後架巴士係同呢架私家車相撞，私家車嘅司機落車想理論，被匪徒開槍打中。後嚟匪徒咧係騎劫住架巴士，去到深水埗警署附近落咗車。呢個係曾經被匪徒挾持嘅巴士司機，佢話當時係好驚，好混亂啊，嘈冤巴閉有啲人。咁你自己驚唔驚啲匪徒開槍啊？我驚啊！嚇，佢開槍嘅時候你點樣啊？我都一嚿雲咁啊！我自己揸車咯。有冇用槍指過你啊？有啊有啊。咁佢點樣啊？咁你反應點啊？我反應好驚啦！佢叫我點我咪點啦。大批藍帽子探員封鎖咗砵蘭街一段行車線，喺琴晚警匪槍戰嘅麻雀館對開路面搜查彈頭同埋證物，警員好小心搜尋每一個角落。先後揾到幾種唔同類型嘅子彈頭同埋彈殼。另外喺地鐵站出口對開嘅外牆，亦都發現一排子彈窿。由於賊人喺上海街曾經挾持巴士逃走，並且開過槍，警方亦都封咗上海街一大段路面進行搜查，所有行經嘅巴士都要改道。而喺琴晚槍戰現場附近，到處都見到好多乾咗嘅血跡。警方稍後喺一間銀行門口發現個子彈窿同埋揾到粒彈頭。至於遇劫嘅麻雀館，朝早並冇開門，但麻雀館職員就如常返工。而麻雀館嘅閣樓可以見到台凳都好整齊，可能已經清理咗現場。呢班無良嘅悍匪，佢哋為咗逃亡不顧一切，佢哋沿途一直咁樣掟手榴彈，亂咁向市民開槍，就係為咗阻止警方嘅追捕。佢哋沿途仲搶巴士，又騎劫的士，結果係駛到去深水埗碼頭嘅方向。原來嗰度已經準備咗一隻大飛接載佢哋返大陸，結果就一去無蹤。今次嘅警匪大槍戰裏邊，雙方一共係開咗130幾槍嘅，其中呢班悍匪仲掟咗7個手榴彈出嚟，其中有3個係爆炸成功嘅，造成咗無辜市民嘅受傷。喺今次嘅事件裏邊，總共係造成咗2死19傷嘅悲劇，而2個死者都係死喺瑞興麻雀館裏邊。當警方搜查佢哋身份證嘅時間，好令人驚訝嘅，原來佢2個係唔相識，而2個亦都係同年同月同日生。結果佢哋2個同年同月同日死喺麻雀台上面。呢單案件發生咗之後，警方係懸紅50萬緝拿呢班悍匪歸案嘅。而麻雀館方面亦都出咗300萬嘅暗花，希望將呢班悍匪繩之於法。之後有人係見到匪徒喺深水埗上咗一架的士，向碼頭方向駛去。警方於是派出大批警員封鎖現場搜查。案發之後，警方空群出動，大約500個警員帶住重型裝備，搜查全港各地悍匪有可能藏身嘅地方。大約40個新界衝鋒隊警員今朝10點開到深井麗都花園展開大搜捕。皇家輔助空軍一架直升機就喺深井嘅上空盤旋，協助地面警員偵察。現場警方嘅指揮官話：喺今朝9點幾，住喺深井一個休班嘅的士司機報案話，琴晚11點幾見到3個可疑嘅男人坐另一部的士到麗都花園落車。
車嘅時候咧，就見到其中兩個男子咧腰間咧就有兩支類似手槍物體。接報之後咧，我首先就喺浪翠園嗰度咧做一個觀察，睇下個環境係點樣。咁又發覺到咧喺地盤側邊咧嘅山邊嗰度咧就有好多嘅一啲廢置木屋。咁我哋主要就集中喺啲廢置木屋裏面嗰度做一個掃蕩。大隊着住避彈衣嘅警員包圍附近山邊，出入嘅人都要檢查身份。行動進行咗2個鐘頭，但係結果冇發現。另外，警方亦都接獲線報，有人見到3個可疑嘅男人，其中一個腳部可能受咗傷，坐的士去咗流浮山落車。警方於是派出大隊警員喺流浮山、下白泥同埋沙橋一帶搜索，水警輪就喺後海灣沿海戒備。警員亦都喺流浮山出入嘅主要通道設置路障，截查可疑車輛。去邊個車？大山。大山啊？係呢邊嘅。咩嚟㗎？棉花嚟㗎。經過棉花人嘅都係㗎。警方亦都喺元朗山貝村、橫洲等等多個地區搜索，不過朝早嘅行動冇結果。而喺清晨，大約100個藍帽子警員開入深水埗碼頭旁邊一個建築地盤，搜索懷疑同旺角槍戰有關嘅疑匪。藍帽子警員揸住長短槍，着住避彈衣，一字排開，逐步向海邊推進。一路去到海邊都未有發現。喺行動之中，部分警員喺西九龍走廊天橋上面高空監視，又出動2艘水警輪喺海邊巡邏，防止疑匪跳水逃走。行動到朝早8點鐘結束。個單位，但屋裏邊冇人。警方喺單位入邊揾到一支7.62口徑嘅手槍同幾粒子彈，一批相信係麻雀館劫案嘅贓物。另外，又喺屋裏邊發現有血跡。呢個大廈住客話，佢喺朝早7點幾見到一個腳部受傷嘅男人進入嗰個單位。你睇到佢腳係傷邊度大概？呢度6米廣字。咁佢話撞車咯，話撞車撞到啦，人哋掹幾掹人佢。咁跟住佢話乜嘢咁線索咯，唔去醫院咯咁樣。警方話，今次行動係根據賊人逃走時所挾持嘅的士司機，喺今朝7點幾獲悉之後，向警方提供線索。警方又話，呢個械劫集團有5個成員，其中3個喺尋晚同警員駁火嘅時候受咗傷，依家手上仲有3支手槍。警方相信呢個匪幫係最近組成，同過往嘅劫案冇關。相信呢一班賊人呢係同我哋以往所知嘅賊人呢就係唔係有關嘅，可能係一個新嘅黨羽嚟嘅。咁佢哋喺現場呢所講嘅音呢係應該粗些少大陸口音嘅。由於5名悍匪中，唐宇章行劫之後撤退嗰陣俾警方打中7槍，仍然可以走返大陸。由於班賊驚到醫院求醫會驚動公安，所以班賊就叫負責架車散水嘅范偉明由大陸返香港買啲醫槍傷西藥，但係范偉明俾黑道中人出賣，所以佢過羅湖嗰陣就俾警方拘捕啦。香港警方盤問范偉明嗰陣，佢供出呢個冷血集團情況，原來賊頭係嚟自香港嘅黃建偉，佢喺廣州請范偉明同埋3個廣州人帶住大批軍火落香港打劫，而中國公安就利用呢啲資料廣布線眼，將佢哋拘捕。唐宇章當時身中7槍，佢估唔到喺香港可以槍林彈雨之下逃過香港警方封鎖網，但係返到大陸，內地公安冇開過1槍，就將兇徒全部繩之於法。喺香港警方同埋中國公安嚴密嘅部署之下，結果係將3名悍匪拘捕。佢哋都係同一命運喺國內被槍決。5個悍匪裏邊，其中4個已經係受到法律制裁，但係其中一個主腦人物黃建偉仲係逍遙法外。中國嘅公安並冇放棄追捕呢個賊頭黃建偉嘅決心。經過7年嘅追捕，結果喺99年嘅3月27日，中國公安喺惠東嗰度拘捕咗黃建偉。黃建偉案發之後，就同其他4名劫匪斷絕任何聯絡，避免公安跟到線索，又不停改名換姓搬屋，避過公安追捕，但係最後都俾公安拉埋。水興麻雀館嘅大屠殺案件發生咗都有8年，5個悍匪亦都先後落網，佢哋亦都受到應有嘅司法制裁。雖然係對死者在天之靈都總算有個交代，但係對啲仍然生還嘅人嚟講，當晚嘅恐怖情景，佢哋到而家都係難以忘記嘅。
呢次大屠殺嘅案件係中港兩地嘅警方發揮最高度嘅合作精神，將匪徒繩之於法嘅。所以近呢幾年嚟，越境嘅暴力犯罪集團大大減少，令到我哋香港市民都有啲安寧嘅日子過。我哋希望中港兩地嘅警方繼續努力合作，撲滅罪惡。